有效。如何把这个微信分享的文章送到电子邮件？按右向上角3个点，在左下角，倒数第二行左边那个，倒数第二行最左边那个，浏览那个，按浏览那个，按浏览那个。怎么这么慢呢？这速度显示很快呢，20几 MB 储存空间不足哦。刚刚有删了，可他说要24个小时才会反应，24小时才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空间让我们传送档案、送邮件。现在已经变成网页档了。有效。按右上角3个点，有看到 M 电子邮件信箱了。M 电子邮件信箱了，收件者。可以送电子邮件信箱了。